即碟咱要来读圣经，记载伫利未记19章26到31节。恁毋通食含血的物，毋通用法术，也毋通占卜。头壳的周围毋通剃，喙手的周围也毋通困。恁毋通为着死人割家己的肉，嘛毋通请记号伫身躯。我是耶和华。29节，毋通凌辱你的查某囝，互伊做娼妓。行了地上全淫乱，地上满大歹，恁着守我遐的安息，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31节，毋通偏往遐个鬼上身的，甲行邪术的，也毋通去问因，递到互因拍拉伞。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愿上帝祝福定定咧读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碟咱的偏用道牧师要甲咱传讲信息，禁忌的事，禁忌的事，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咱读圣经是读利未记，昨读利未记第几章？哇，赞！18章吼，今日读第几章？19章吼。咱逐工拢爱照进度读圣经。读圣经中间就有人伫来甲问啦，牧师啊，伫遐经文的中间有一寡圣经敢有讲赤字这个代志？刺青啊，赤字敢有这个代志？咱想看觅圣经敢有写这赤字的代志？有，小等我会解释吼。我做兵有一个经验吼，我落部队是野战步兵啊。到伫迄所在洗身躯的时候，哇，真正无共款。在巡逻中间，别人都赤灵赤风，我无啊。每一个人拢赤灵赤风，赤这字，赤这图，伫刻伫身躯顶头。我是讲，哪会真侪人有想要赤物件伫你皮肤顶头？圣经怎样看待即款的代志？其实咱的社会真正是变来变去，但是咱基督徒应该是对圣经来去反省，咱生活中间应该安怎来行。所以咱咧反省这个代志，应该对圣经来看待赤字这个代志。到底基督徒会当赤字无？有一个基督徒就认为讲利未记19章28节，就是袂当为着死人抬家己的身，挂家己的身躯，袂当请什么图印记伫身躯顶头，所以伊认为讲基督徒袂当赤字。但是你也知影，咱爱看圣经，爱看规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这则经文袂当表示讲，这则经文着基督徒袂当赤字。其实你若看一寡册，真侪册顶头写这段经文，爱对19章26节读到31节，用这段经文来解释，甚至爱用规本的圣经来解释。咱对这社会上应用咱的上帝话，才袂偏差。其实你若要看利未记19章这个所在，咱做来翻过头前利未记18章的所在，你若圣经做伙来看。利未记18章的所在，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恁着吩咐以色列人，甲因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前所踮的埃及地，遐个人所行的，恁毋通趁因来行。我要带恁到伫迦南地，迄位的人所行的，恁也毋通趁因来行，也毋通照因的规律来行。恁着趁我的法度，守我的律例，照这来行。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看利未记19章，咱来看头前18章。这则经文
18章开始就是上帝在提起这以色列百姓一项真重的代志。恁捌住过埃及地吗？是啊，因出埃及了后，要去应允的所在迦南地，所以上帝甲因警告，警告什么代志？你埃及地住久了后，有一寡歹习惯，你袂当学习。咱知影住一个国家久了后，加加减减，你学到迄个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甚至宗教。所以，上帝提起以色列百姓一项真重的代志。恁住去埃及地，因拜这偶像，怎样行这歹的事，你袂当学习因所行的。但恁要去迦南地啊，你嘛袂当学这迦南地所做，这迦南人所做一切歹。你若看一寡资料，就知影迦南人真残忍、真野蛮、真淫乱。因拜这假神，因性命甲这假神同款，拢是淫乱、真粗鲁、真残忍、暴力的这款的神。所以上帝提醒讲，你离开这埃及地，爱甲阮的应上帝，我是上帝应允你要去迦南水的所在，这个土地，这个人住伫迄个所在，因所做这宗教仪式，你袂当学习。因怎样拜因的神，伊怎样做这宗教方面的这礼仪，你袂当学因来做，就照着我的规律来做。所以这段经文，咱来看18章甲19章这段经文拢有关系。上帝提起这以色列百姓，这死人死的时，你莫学习这埃及地的人。甚至咱亲像这迦南地的人，用刀啊割家己的身躯，这是因的埋葬死人这款礼仪中间的一项，甚至是因亲近因的假神的一种方法。甚至咱来看这考古学家、这学者嘛发现讲，其实埃及人有赤字呢。这是2005年这苏丹发现的一个尸体，这木乃伊顶头。正腿的所在有一个赤字，这是后来因才发现的。伫咧埃及嘛有，这是2500年前的这木乃伊，查某一个木乃伊，伊手的所在啊，有这真明显这墨汁、这药水这款残留伫顶头。所以你看较发现讲，其实埃及地因真正有赤字这种物件，因咧赤这款的毒。赤这个物件伫伊皮肤的顶面，但是呢，这赤字毋是普通的赤字啊！这甲咱即马所圣经无直接写着赤字，圣经真古早以前就写，但是呢，迄当阵希伯来文无即字啊，所以因即马用即字来斗去顶头的时，但是这段经文主要是伫咧指什么物件？主要是讲。埃及人伊赤一款物件是甲宗教方面有关系，这是叫 base， 毋是咱弹的 base 哦。这 base 是因的一个神，这个神咧管什么？咧管理因的生囝的代志。怀孕的妇人人，伊毋是像咱台湾人挂胡啊，对无？咱台湾人的民俗、民间信仰是挂胡啊，挂一寡有诶无诶伫咱的身，咱的阿妈棍啊。挂伫咱的身躯啊，但是埃及人是安怎？赤这个神明的图伫你皮肤顶头，所以埃及人呢，因有赤这个base的图，这个图放伫因的身躯保平安啦，生囝顺利啦，保护生囝啦。这甲咱台湾人的民俗小可有共对无？这就是上帝无愿意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所在。所以上帝讲，你爱圣洁，你宗教这段经文是讲宗教礼仪的信仰的结连。你若行这款的文化民俗中间，是甲这假神有结连的，这就是上帝所禁止的。所以这段经文你来看头尾啊，这利未记，咱来看利未记18章的所在，18章的所在。
这个所在，咱来看头尾拢有写着。对26来看，26来看，这经文拢有写着讲啊，你毋通做这代志，毋通做这代志，这代志拢甲啥物有关系？这物件拢甲宗教顶头的礼仪有关系。为着死人哀伤，所以你家己身躯摕刀啊，划家己的身躯，毋通互家己的查某囝食做娼妓。即款的娼妓，毋是一般的娼妓哦。现代中文一般翻甲搁较好，这是庙内底的娼妓啊，毋是一般的娼妓哦。为什么庙内底的娼妓？古早的娼妓是讲信徒来到这庙中间。这个查某人，这个娼妓就甲这个查甫的信徒有性的关系了后，就表示伊甲伊的性命有连结做伙啊，有连结做伙啊。因拜伊的神，透过这个娼妓，甲因有礼仪顶头、宗教顶头的结连。所以这段经文都主要是讲到信仰顶头，你行这礼仪是甲这信仰有关系。这是上帝所禁止的。你看迦南人嘛是同款，迦南地的人真残忍，甚至因为着战争献家己的囝，将这细囝代死、烧死，献互因的神，想要战争得到得胜。所以这段经文是指宗教顶头甲假神的结连，无合伫上帝的心意，这物件毋通去做。所以这毋是讲请你呢，这段经文毋是主要讲请你，这是讲信仰顶头莫得罪上帝。所以迦南人所做的歹，以色列百姓煞要得罪上帝嘛是同款啊。你若看列王记上18章28节的所在，有一个真出名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到伫加美山顶头，甲这假神巴利的先知对抗的是，你会记袂？这巴利的先知后求因的神的时，火有降落来无？无啊。所以因这祭司，因这所谓巴利的假先知，就开始用刀杀家己，用枪割家己，直到流血。这是因呼求因的神明、敬拜因的神明的方法。那亲像咱即摆台湾人有一种叫动机着，动机是不是安尼？摕刀啊，杀家己，摕枪插家己，表示因对神的敬虔哀求。这款的宗教，这款礼仪是上帝所反对。所以这段经文的中间是提醒讲，以色列百姓啊，你袂当做这代志来得罪上帝。你也知影做清气的圣洁百姓，袂当拜这假神明。袂当甲遮通灵的、高贵的、行邪术的，你袂当甲即种做伙，袂当偏向遮贵妇心的人啊，甚至问代志啊。咱台湾有无？有啊，咱台湾民间信仰就有啊。拄着困难，就是问神啊，问遮假神啊，问遮看蒙的啊，问遮物件，问遮倒头当机遮物件，这就是上帝所反对的。所以这段经文中间是讲宗教礼仪顶头、信仰顶头，你袂当甲这假神结连做伙，所以袂当用刀划家己的身躯，这毋恰你呢。这是讲着讲你死人的礼仪顶头，你袂当尊敬这个人死就死，毋是诚做神。埃及人讲人死尊敬伊，甚至挂家己身躯，甲因的神亲近，拢是用这种方法。但是呢，这是上帝所禁止的，这甲请你无关系啊。所以规个经文都写着，这甲请你是无关系，甲咱的宗教信仰有关系。那但是咱基督徒会当请你吗？那你的囝转来，你讲爸爸，我请这有水无？你会什么反应呢？已经袂赴啊！你来看这是什么请你？这是泰国赤符啊！泰国赤符啊，伫身躯顶头，这是保平安呐、好姻缘呐、
得到财富啦，身体健康啊。这就是圣经所反对的，因为这有信仰的问题无，宗教性的问题啊。这甲一般请你无共款啊。咱古早拢请啥？反攻大陆对无？这甲宗教信仰有啥物关系？无啊。所以这种的是圣经，就是禁止这种物件啦。泰国真流行这个物件，请法师，所以这和尚，也是讲这法师来做这款的礼仪，请你佮念一寡经文，这是得罪上帝。基督徒会当做无？袂使啊！这是圣经顶头讲，请挂身体、挂身躯，请你这种的，是上帝所欢喜，因为这甲宗教是结连。所以，咱提醒咱的细囝，咱的青少年，看到这电影明星，就请你，请到这欢喜，所以对啊，嘛去请你啊。这个人有熟悉无？安杰丽娜·裘丽，你有看过？看过电影吼？你知影伊身躯请啥物？伊请是伊去柬埔寨请你的，请你的顶头，这拢有因的意义啊。保守伊的健康啦，保守伊愈来愈水，敢若每一个是，敢若一个女神共款，永远水美丽、健康有财富，安怎？这是这物件，就是得罪上帝。青少年啊，咱的细囝，咱在提醒伊，伊还未去请你进前，你爱甲伊讨论。你看，这毋是普通请你哦，请这法师和尚来替伊安怎？念这咒语吼，念这经文，然后请这你，这是上帝所反对的，毋是反对请你这个代志。所以咱来反省，请你，咱甲咱的囝儿，甚至青少年、教会青少年，爱来讨论这个代志。你知影美国20%，5%就是20%以上的青少年真侪拢有请你呢。台湾较少啊，但是愈来愈侪人看到啥？这啥叫做啥物啊？贝克汉，你知影无？你毋是青少年，贝克汉嘛请你，你知影伊只请啥？主耶稣呢？这电影明星，也是讲这运动选手，拢有请你啊。即摆害啊，青少年都缀流行对无？缀什么人流行？缀即群人在流行啊！你要怎样来解释？其实头一项，咱应该甲咱的细囝、青少年讨论，请伊会危险的，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请伊呢。身体皮肤问题、心脏病，甚至讲你有这血脂重的人，拢莫请伊。你知影血脂重为啥袂当请你无？迄破口的所在无容易恢复，甚至你请物件了会变形啊！甚至有人讲，咱古早人讲伊早拢去西门町吼，少年仔拢啥穿耳洞对无？用一空路边搭凊彩坐一搭，用一空挂鱼钩真水对无？就发炎啊、流汤啊、发烧。你是讲请你，敢有遮简单？这毋是病院呢？请你的所在，毋是一般的病院。请了有真侪问题发生啊，甚至讲遐无清气、艾滋病、乙型肝炎，一寡传染病就透过这个请你，互你身体受损害。所以未发生的代志，咱甲咱兄弟姊妹，甚至咱的青少年来参详，来甲因讨论。你袂当讲袂使请你。伊就问你什么原因？为什么袂当请你？你爱甲伊分享。即摆少年人毋是一句话就安怎？即摆拢一言九鼎对无？你知影意思无？讲一句话，甲你翻译9句话，都我无安尼做。所以青少年爱甲伊讨论，提起讲少年人啊，你毋通做这个代志。你知影这请你是永永远远的，请了后要摕掉，敢有遮简单？用镭射可能较紧，但是嘛有危险的。毋是讲请了后就永远伫的，要即马真侪少年青少年是请你真欢喜，
请了后啦，反悔啊。所以，咱来提起咱青少年来甲伊讨论，为什么你爱请你？提起青少年讲，毋通冲动啊！即马所做代志，可能以后拢会反悔。你知影真侪青少年证明吼，撩查某朋友的时，请查某朋友的名对无 ？John 啊 ，Mary 啊，啥物拢请喺顶头对无？有无？有看过无？有人讲哦，青少年请喺 Hello Kitty 的，这请你永久的呢，但是啊，有一项袂改变的，但是另外一项嘛是会改变，就是年纪会改变。阿公，你也请 Hello Kitty 的？青少年为着博这查某朋友的好意吼，真水啊，真古锥啊，卡哇伊是呢。结果啦，老的是讲，阿公你若请这个笑死人。搁有咧，来看这是台湾哦，这是台湾哦，伊头壳请甲死人骨头。这是真正发生在台湾。这请你的师傅甲这青少年问讲，你拜托你搁考虑3礼拜了，搁来找我。你知影这青少年安怎讲？毋免想啊啦，毋免互我2点钟，马上我会当决定啊！我马上就当决定啊啦！就是安那，伊就是请安尼，伊爸母拢毋知啊。我相信爸母嘛认袂出来啊。转去厝里讲，你是啥？所以咱来分享。咱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咱的细囝分享，请你无一定是对咱的性命有帮助。真侪人请你了，请啊真水，请一尾零，请一尾蛇。你知影年纪大，蛇本来3比8对无？年纪大了安那肥卒卒啊，迄蛇嘛变较肥啊，歹看，变较真歹看。咱会提起咱的青少年。你做即款的决定，敢是对的呢？过来，社会对伫请你这负面的想法，是这免不了的。你若是头家人，做头家的人，2个人来应征这头路，学历、学问、经历拢同款，拢真好。你要选有请伊，还是选无请伊的？咱在座真侪头家着，你要选倒一款的？当然是无请伊的，为什么？免得有困难麻烦来啊！社会会当接受无？你知影这上正手摕圣经呢？这是日本一个牧师呢。哎呦，惊一条！我若徛伫遮吼，安尼讲道好无？可能你无法度接受啦。这是一个日本一个牧师呢。哇，规身躯赤甲呢，体格阁袂歹，但是老会变形。我来讲，正手摕圣经啊，可能咱的社会无法度接受啊。但是圣经真正无写着请你这个代志，但是咱要对规本圣经来看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小等我会讲，就是爱多多荣光上帝，活出一个圣洁生活，真做见证。你要看印记，你无记号，应该圣灵真做咱的记号。你信主了后，信心看印记伫咱生命中间呢，将上帝话刻伫你的心板的顶头啊，这更较重要。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到第20节所在讲，竟毋知影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吗？这位圣神踮伫恁的内面，是恁对上帝领受的。你毋是属伫家己的，是属伫上帝。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所以，就用恁的身躯荣光上帝。你请你有荣光上帝无？有无？社会对这请你的观感真正无啥好。以前啊，去游泳伫受水的时，有一种人毋免付买票的，是甚款的人？你知影？请伊的啊，迄黑社会啊，伊去受水就毋免付钱咧。即马可能无法度啊，拢爱付钱。有人讲无输啊，无啦，
这车字是耶稣呢，耶稣的物件会当反对无？哈，会当反对无？才会当反对。但是我要提醒这青少年，你车字有人车真水呢。我有看过黑社会迄老大车甲规身躯车灵车红，车甲真正有够水，这是艺术吗？但是你提醒这青少年，当你要车字的时，我拢会提醒这青少年讲，你的艺术作品会当换无？你知影意思无？你等咱这图片的时，等咱了会换袂？会啊！啊，你车伫身躯顶头会换袂啊？莫大家拢讲耶稣疼你，我嘛会当疼你咧。你车这字不代表你的信仰，就是安尼画出主耶稣基督的旁边啊。有人讲吼，车字即耶稣物件，耶稣物件会当换，无是永远就是一把刀啊。过来咧，这是传福音的好的方法吗？有人讲，车这耶稣，车这经文会当宣扬主耶稣吗？啊？无一定啦，车这物件伫你的身躯顶头，有当时无一定会当影响上帝。毋是你车啥物伫顶头，毋是你车主要所听你，就是伫传福音。主要是你的日常生活生命有活出主要所见证无？车这经文就表示你的生命是安尼吗？嘛无一定啊。这是美国一个橄榄球也一个出名的即运动选手，因无请字啊，伊就将这经文画伫伊的面顶头，这会当换袂？会使啊！念伊罗马书，念伊约翰福音，上帝疼世间人对无？吼，啊，这换来换去会使袂？会啊！大概伊比赛的时，就跪伫球场顶头祈祷，因为人讲禁止讲啊，恁这袂当着宗教行为，伊讲无要紧啊，我着跪伫遐表示我是基督徒。但是画这图片、车字会当代表你的信仰吗？会当代表你的生命吗？无一定啊。伊的生活是怎样过？伊的生活中，咱真正是关心这孤儿，帮赞因，摕钱来帮赞这孤儿院，亲近这细囝。这才是一个生命表现。伊生命表现，信心看印伫伊的生命中间啊。这才是咱爱追求的。咱爱甲青少年分享，咱追求是永远久久长长的，就是咱的信仰，毋是车伫外表，是车伫你的心内。有人甲我讲，牧师啊，我过去是黑社会，我即摆信耶稣，这个车字要付掉无？哈？那介绍一个人，伊叫吉田幸夫吼，尤西达呢，这是一个长老，这个长老无啥共款，因讲道正经后来诚做一个传教者，因讲道正经拢先脱衫。我捌参加伊的布道会呢。我为着邀请一个应该是黑社会背景的人去信耶稣我就招伊去参加这布道会。就有时大捌来过台湾，我就邀请伊去参加这布道会。这布道会真特别的所在就是未讲到正经先脱衫，为什么？因为表示过去伊是黑社会。这有时大有些无共款，伊细汉的时候，伊老爸本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但是后来生意做无好，倒啊，所以伊就对国校4年开始就必须爱做工课来饲家己。到伫国中的时参加一个橄榄球队，这橄榄球队的这校长真正甲帮咱摕牛奶啊，摕面包甲伊分享，煞尾嘛带伊去这黑社会，就有时打真后相拍，煞尾一个。20岁进前就拐过2遍，就有时伊的朋友真济，军队的人愈来愈济，诚做一个帮派，煞尾愈来愈有钱。你来想看觅，迄当阵伊偌尼有钱。听讲韩国
90%的毒品爱经过伊的手。泰国50%的毒品爱经过伊的手到伫日本。你看有厉害无？伊煞要真有钱啊！但是呢，35岁的时阵，因为着伊的兄哥或者抢杀，啊，着山口组的人摕枪甲兄哥拍死了，伊要报冤仇。煞要甲日本的山口组对抗。你知日本山口组一年赚偌济钱？你知哦？8000亿美金啊！伊敢甲因对抗诶？你看这个人真正是无简单。但是呢，有一摆伊到伫韩国做生意，熟悉一个查某囡仔，带伊做某了后，这个某无共款，是逐工食饭正爱祈祷啊！逐工食饭正爱祈祷，伊的先生看到伊祈祷就甲拍甲送去病院啊！伊不断的祈祷，伊有20亿这钱啊，拢是这乌西做歹代志得到物件。一般太太要怎样为着先生祈祷？当然是祝福阮的先生啊，事业顺利，赚大钱对无？伊太太毋是安尼祈祷，求你帮助我的先生拢无钱，伊知影遐钱拢是歹的，所以伊直逐工祈祷。祈祷到伊的先生真正走路啊！20亿了后，真正钱拢无去啊！甚至剩500万的现金，嘛，互这下骹手拐走去啊！伊走无路啊！伊太太甲讲，全世界人会去杀你，只有主耶稣袂去杀你。煞尾伊就缀伊的太太去教会，但是伊的性命无完全改变。到伫教会中间，有一摆，伊一个亲情。带伊向要死去啊！伊太太走去病院祈祷2点钟，迄病人敢若死过活，伊惊一条啊！哇！你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伊走去韩国，伊性命嘛无改变的是，走去韩国嫖妓啊！结果呢，喘袂过来呢。伊讲系啊，啊，佫是我的太太哪伫祈祷啊！你知影？当伊带这个基督徒的某到伫日本的时，伊甲伊的日本这个太太介绍讲，我有6个太太，我有6个某，这是真自然。我是黑社会角头老大，这是正常的。煞尾伊性命不断受到这个太太影响，后来信耶稣，真做一个基督徒。有时达。煞尾嘛，带足侪只黑社会人信耶稣，所以伊到伫台湾，逐所在、家的所在，因要分享见证正经，都是先烫衫。这烫衫表示讲，我的过去甲恁共款，你的性命无希望，误会拉山，我嘛甲恁过去共款，但因为信主耶稣会当改变。若做无事去家内底烫衫，无人看，你知影？若是乌骨鸡，咱是啥？这无共款啊！所以其实伊这车里无免付掉啊，真做一个得救的记号啊，生命转变的记号。真做后来伊真做传到这，四界传福音，见证上帝的名。伫家内底帮助真济无信主的这黑社会老大，这是咱做无这做袂到的所在。当咱真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外口清气，还是内面清气？你要照上帝如何去行？咱来做一个合主神的基督徒啊！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主阮感谢着你，主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为着家己的性命来祈祷。有当时阮自高自大，是阮的性命比人较好。阮想讲，阮是敬虔基督徒，
但是主，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求你赦免阮的罪。伫阮读利未记的时，阮知影，阮来改变阮的心思意念，不只是透过这律法，阮来邀请信心入去阮的心内。信心透过上帝话，你的话刻伫阮的心板顶头，不时来提醒阮。有当时咱有通袂记，行世间的路，用世间的想法来解决代志。但是主，你知影阮的欠过，恳求你信心做工伫阮的生命中间，降服伫你的话语的面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当阮不断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时，恳求信心做工，你的话语成做有气力、有活命，帮助阮的生命改变。你命更新，生命活新，来荣光主你的名。用阮的身体，阮这身体是灵魂体，来到你的面前，互主你来使用。主，愿当心祈祷伫你面前，若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